基泰建设的总经理房善勉昨暝是探访到受灾户，是连续方呛讲无负责任作秀。上界憾的是，原本这个基泰建设讲要拨予台北市政府1亿的重建款，钱无汇到市府指定的口座，是汇到基泰家己伫咧富邦银行的口座。房善勉回应讲，因为台北市政府是富邦银行的大股东，钱囥伫咧富邦袂走去，有影是真离经。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是痛骂讲，代志发生到呾，敢若看到灾民的目屎，根本看袂到基泰有啥物作为。另外，上新的消息，台北市政府讲，下晡基泰建设已经甲1亿汇入去市府指定的口座了。他问我们说，什么时候他才可以回家？你们有考虑到我们的心情吗？你们只是想说重建，要考虑到我们的情绪问题吗？我们的压力吗？老人家多么希望他能够安安稳稳的住在家里面，结果现在呢，80多岁了。对基泰敢若关心重建的态度是真掠讲，大得受灾民众客家美基泰总经理房善勉根本是咧做戏。因为我觉得你们不负责任。你们在第一时间，你就应该要安抚我们这些人，有吗？我们都是一身然后一双拖鞋出来的呢，我们没有带任何东西耶。你有想过吗？没有，因为你坐在高高在上，你享受，你没有看到其他人的辛苦。虽然房善勉是一直强强，敢若是要展现伊的诚意，不过大部分的受灾户犹原是无咧甲先到，而且基泰唔但直接住户，嘛直接得罪台北市政府。市府指定的富邦银行，我们钱已经打进去了，我们需要一个信托合约就进去了。原本基泰讲要提拨1亿，结果台北市府讲钱无汇到市府指定的口座，颠倒是组织要基泰伫富邦银行的口座。基泰导航美讲钱是为倒手汇甲正手。房善勉回应讲，是因为台北市府就是富邦银行的大股东，钱若是放入去，等于就是走袂去路。那今天我们的法制局会就这个信托专户的这一个部分，跟他们的法制人员再进一步的来做协商。那我想今天应该可以完成。强调讲钱一定会用伫受灾户身上，兼过基泰阁讲民无要参官达，敢讲是要为第一线退到第2线咧。各位在这里有看到他站在第一线吗？没有第一线怎么会退到第2线？在这里只看到灾民的眼泪，我没有看到这个我们所有该有的这个基泰表达了该有的态度。基泰建设面对代志的态度，互市府真看袂过，嘛互政人真掠讲。想要赶紧将代志呼过，恐怕是无这么简单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